就来看南投仁爱乡武界部落的居民是由北部调来抗议，因为中华民国越野义步车运动协会伫这个一线天附近来举行着演训的活动，将近100台的义步车伫溪床安尼来回安尼搞。 甲这个溪底真侪鱼仔拢搞死了，破坏生态。在地居民是指控这协会假训练真迫害。协会是来回应讲，这车队拢参加救灾帮忙开路，为着要提升着救灾的技能，才会向河川局来申请着训练，绝对毋是为着要耍要吞。 只部开伫溪床沙地，一台搁接一台，搁开去溪内底的过溪，充满真侪水花。 吉普车车队压咯。这个地点伫南投仁爱乡的武界部落自线天，当时咧进行的是中华民国越野吉普车运动协会演训活动。不过在地居民讲，买100台吉普伫溪床来来回回，溪底真侪鱼仔拢互地边。鱼被那个吉普车压到。居民由北部调抗议，认为协会是假训练，真迫害。守护传统领域。他们这一次的救灾演练里面呢，并没有看到。 这些的所谓的一些假设的状况，只看到一堆车子跑来跑去，村民都觉得这是在玩车而已，伤害超过你所谓的要训练的一个这个目标。防指控的协会出面来讲，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贯穿道路，要把路打通，杀出一条血路，深入灾区。协会强调，这吉普拢捌参加过救灾，替人开路，所以协会成立救灾大队，为着进行资源整合和演训，才会向河川局申请到武界部落训练，找找救灾路线来提升能力，唔是咧耍。他有提出申请，然后最后核准，他是用训练的名义提出来的。这摆演训虽然是合法申请，不过却引起部落抗议，破坏生态。 协会讲，后一摆一定会和在地居民沟通，避免造成类似的困扰。